位伫中义路台湾首庙天坛主事玉皇上帝，嘛是民间俗称的天公。每年对农历正月初一到初九，拢会举办玉皇上帝的祝寿，甲着祈安消灾的法会。其中初九天公生更加是闹热，对暗时子时还未到，规个庙埕到中义路就客满人潮，为玉皇上帝来祝寿。而市长黄伟泰、甲着立委陈廷辉、林俊宪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，伫个天坛董事长徐国伦，甲着侪位党干事人员的陪同，主持一到嘛为玉皇上帝来暖寿。天坛祝寿团一直扮身祝寿的奏乐，为暖寿来揭开序幕，接续举行长达1点钟的升坛祝寿仪式，嘛有诵经团念经的祝祷。仪式结束，市长甲着天坛董事长嘛伫个庙前来发送开运的红包，现场人潮满满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。尤其我们为南溪、玉井灾区等等灾区的市民朋友祈福，也为我们台南市祈求玉皇上帝保佑大家平安喜乐、世运昌隆。各位好朋友，今天有来的，大家都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大发财。那今天没有来的，也平安喜乐。谢谢各位，祝福大家。台湾首庙天坛伫个每年农历正月初一甲初九的主时，拢会发送开运的红包。人潮会用讲排甲满满，一路对着天坛、台南车好所、公园路到民权路，绵延数百公尺，会用个领到开运红包的幸运小客，嘛会用个讲是讨一个吉利，希望新的一冬会用个有好彩头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